务部调查局今年有99个学员通过考验，正式将做调查官。蔡总统参加结业的典礼，肯定调查局查缉犯罪成果。参加调查班的结业典礼，蔡总统亲自颁奖，肯定调查人员的努力，嘛提醒科技办案的重要性。因应新科技带来的新型犯罪，期待大家不断的充实专业的职能，而且善用先进的科技及大数据等时事工具。总共99名学员通过考验，平均是26岁左右，有法律、土木、景观、特殊资历，也有语文专长。我可以讲一个俄罗斯语，就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меня зовут丁晴，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。其中这位28岁洪泽庭对科技业转战调查局，那受亮丽外形，嘛因为爸爸入职调查局，让伊决定放弃进入演艺界的机会，投入调查工作。我觉得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。我爸爸对我的选择其实还蛮开明的。那既然我选择了，他就尊重我的决定，这样。调查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甲犯罪防治，但是地检署是不是应该恢复最近加州总统大选攻防的焦点？到现在为止，你都还没有表态，要不要立刻推动成立特侦组？特侦组不但监听国会，甚至还监听自己的检察官同仁。什么叫东厂？这个就是东厂。特侦组后面所提的这些案子，最后还是要经过我们法院的系统。司法体系的运作牵涉到国安等重大战局，嘛加做国定赢，兵家必争之地。